今日諗住做一個 room makeover，因為我間房都真係幾混亂。Anyway， 我間房咧其實就唔係一間正式嘅睡房嚟嘅，佢就係一間釘啦，咁所以唔係話好大，但係都可以塞得落一張單人床同埋一張書台。俾大家睇下我間房嘅現況先，係有啲不堪入目嘅。呢塊黑色網簾咧本身就已經存在噶啦，但係有少少唔美觀。呢個床架咧好明顯 IKEA 嗰度買，但係都幾實淨，係自己砌出嚟嘅。喺正式執房之前呢，就想介紹下之前 Dreamy 寄俾我試用嘅 Pocket Pro 全球通用高速風筒。佢係玫瑰金色，摸雙手有少少磨砂嘅質感。機身只有大概300g 咁重，比起一部手機係重少少嘅啫。接起嚟收納體積非常之細，放喺袋入邊帶去做 gym 啊、游水、旅行都好方便，而且仲搭載國際通用電壓，無論係北美定係去歐洲、亞洲國家都唔需要專門買變壓器啦。好似我呢一種短頭髮嘅女仔，每日朝早起身，頭髮都會勁毛躁、勁凌亂，需要快速去整理。唔好睇呢一部風筒好似好細部咁樣，其實佢有11萬轉嘅高速馬達電機，佢係用高速氣流快速咁樣吹乾啲頭髮，唔似傳統嘅風筒咁用高溫去烘烤嗰啲頭髮。而且佢仲做咗智能溫控，3億負離子，吹嘅過程就可以減少頭髮毛躁。而呢個風筒呢，佢就配備2個唔同嘅吹風頭，可以用佢嘅冷熱循環模式，熱造型或者係冷卻定型，配合把梳就可以快速咁樣吹個高爐頂出嚟，吹內彎都冇問題。而另一個配件就係專門吹捲髮嘅，吹頭髮嘅時候擺入去就唔會好似傳統嗰啲風筒咁樣吹到啲頭髮散晒啦。佢仲有原廠嘅1年保養，買咗之後呢就可以享有呢個完善嘅售後服務。用我嘅專屬優惠碼呢，仲可以享有高達100蚊嘅折扣優惠。我就將佢條 link 擺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入去睇下啦。首先就要幫呢一隻臭鼠鼠清籠，抄佢家。飲飲飲，好味好味。等陣將呢一紮嘢塞返入 closet 嗰度，見到都頭痛。而家要嚟吸塵，睇下床下底嗰啲萬年灰塵，勁嘔心。鋪返張草皮，等自己朝頭早可以搭下青。咁我之前喺 Amazon 買咗張摺台返嚟啦，咁就唔使自己砌。
今日條片呢就去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對於呢一個咁靚嘅風筒有興趣嘅話呢，就記得入去 description box 嗰條 link 度睇下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